美国将27家公司列入黑名单，其中12家来自中国，理由是他们在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问题上犹豫不决。华盛顿发表的一份声明中称，一些受到贸易限制的公司帮助开发了中国军队的量子计算项目。除了中国，一些来自日本、巴基斯坦和新加坡的公司也被列入黑名单。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波兰总理马修茨·莫拉维会晤后举行了联合新闻发布会。默克尔表示，在白俄罗斯波兰边境的移民危机中，他的国家与波兰完全一致。在吉尔吉斯斯坦制定了一项法律草案，设想在公共生活的所有领域传播吉尔吉斯语。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委员会专家起草的关于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语言的法律草案中，指出吉尔吉斯斯坦作为官方语言的地位已被纳入宪法，它是语言组成主权吉尔吉斯共和国的人民和该国民族的交流语言。由于欧洲国家冠状病毒流行的每日病例数惊人增加，各国政府在此加大措施。作为法国抗击疫情的一部分，从今天起，在封闭的公共区域必须戴口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发现了一颗距地球数千光年的新行星，据说这颗行星的质量约为木星的5倍，并在短短16个小时内围绕其恒星运行，但可能在1000万年后都不存在。平壤当局采取严厉措施阻止公共接受西方文化，将一名被控介绍鱿鱼游戏电视剧的人判处死刑，一名被查出购买鱿鱼游戏系列的高中生被判处无期徒刑，而其他6名观看该系列的学生则被判处5年劳教。根据1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100多家国际公司面临着在东突厥散销售由维吾尔强迫劳动生产的棉花产品的风险，因为中国的棉花产业隐藏了棉花的来源。英国谢菲尔哈德勒姆大学海伦娜·肯尼迪国际正义中心编写的题为《洗棉：新疆棉花如何在国际供应链中被隐藏》的报告中指出，中国5家主要纱线和面料供应商使用的棉花来自其所在地区维吾尔人生活的地区。